嘅係22號參賽者。Elfen Live，我又係冇印象，我都冇喎。冇印象。係咁嘅，話晒我都參與咗6屆全民造星，咁多屆以嚟，個個參賽者都有佢獨特嘅地方，但係佢就有啲唔同。邊個嚟㗎？每次跳舞嘅時候，耀 Sir 都會講：我覺得係 OK。唱歌嘅時候 ，Jenny 會話：大聲係幾好聽。好聽啊。係咯。而阿祖都會話。係我中意佢。好善思啊，個人。係啊，中意。至於花姐咧，都還好嘅。有時我都會諗，庭君一直話，余挺一直話。不過諗真啲，各位導師冇咩 comment， 會唔會係因為佢太普通？你點解認為自己嘅實力？咩都半桶水咯，我覺得係，即係跳舞又識啲，唱歌又識啲，所以咩都係半桶水，又唔係話好勁咁。究竟一個咁普通、咁平凡嘅人，可唔可以喺全民造星行落去呢？我哋即管睇下。歡迎咁多位觀眾留言話我哋知啊！跟住出場嘅係22號 Elfen Live， 佢嘅表演項目係跳唱。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喺唱歌同跳舞都有好大嘅進步，同埋希望自己唔好放棄同努力，繼續玩埋呢個比賽。進修心理學，解答上個問題問了，再不休思索。我有印象啦。表演得好好喎，刺痛的、未滿意的，換個嶄新角色，與節奏再三角離，甩開悲傷鐵臂。Let's go！情緒的理論拋向天，如快風針可的輕點，學派金句都可免，就這樣旋律裡面隨便放電 ，Gotta let it go。跳又 OK， 唱又 OK， 但係嗰個感覺好似未必會咁快中意個人。不如介紹自己先。 Hello， 我叫 Elfen Live， 我依家17歲，讀緊 Form 5。我 feel 到導演咧係觀察緊你嘅，一路都。我係幾欣賞你，真係嘅，呢個係你係好肯行到咁近，同我哋交流嘅一個 performer。當我特別知道係你係中5嘅學生，即係你已經未必做到最好，但係我覺得你有呢一個勇氣去做呢樣嘢，我覺得係好 appreciate 你。係啊，咁所以我都係。Thank you。好啦，咁我為咗俾你進步嘅空間，我就轉去紅色啦。因為我係覺得呢個 performance 應該係亮仔藍色。我要啊！確實嘅，喺17、18歲嘅年紀咧，佢嗰個信心、決心同埋嗰個純熟度都幾好，但係真係確實都仲有一啲空間，大家係覺得可以做得更好。嗱，揾到個好導師俾你，因為佢都覺得睇完之後金，佢想你入去佢個組。梁祖堯先生 ，Thank you，成為咗你喺全民造星6往後嘅導師。下 round 見 ，OK。sorry， 我幫佢揾佢嘅性格出嚟啦。好啊。佢未認識自己啫。係啊。但係真係要揾喎，即係我睇唔到，暫時。最好，但係因為可能佢即係佢真係要去做呢樣嘢，要了解，即係唔係好有啲人好易你就睇到㗎啦嘛。好細個啫。但係佢又唔醜樣。我睇到嘅，佢唔醜樣。